时团的立场综合座谈，综合座谈本五大议题，由座谈的主持人与各位来宾进行讨论。你听一拜大会的宣言，有请座谈的主持人钟伟安顾问、钟汉斌顾问，还有林本炫顾问分享。有声冇？有哈。大家好，我下课的啦哈，最后一节，再忍耐一下，哎呀哈。接下来的时间哈，有台北安排就讲，大家说还没有一种单呢，还没有一种单呢，有吗？有冇应该係講大家說應該有一種一樣嘅揾到2023年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大會宣言嘅稿誒，嚇，係冇嘅話，是不是應該發嘅？有啲嘅發電嘅，啲發電嘅嚇，佢今天發我都先嚟講嚇，因為爭取時間，可能講可能到嘅5.5分嘅時間，我30可能要揾到一個場次。去同大家溝通吼，迄要發到單呢吼，我先講一下講，其實也從唔免我三十講啦，應該要同大家講吼。加上我右邊那個位吼，係林本炫教授，是聯合大學的教授。好，佢負責族群關係嘅部分啊，第3點接到我地方嘅講，也隔壁嘅就張漢弼教授嚇，佢會負責，但係會負責講嘅國體嘅經濟嚇，同個社區嘅關係嚇，我負責嘅係第1點，就講國體嘅客家人喺不同嘅地方，喺採體嘅國家嚇，讓我來參加嘅公共事務。也講像面前講，有個社會服務，也講同個救濟乜嘅一樣，讓我參與嘅事情嚇。也就從此唔係我講問大家談，也就從此要談大家有乜嘅建議講，按樣我來做嚇。嗰邊先拿到單嘅線上喺度，做得上講法冇？一片嘅線上，一片先拿到單嘅，一片係咪拿到咩？發到哪裡了？發到哪裡了？你就你可以整疊發下去，他們這樣傳啊。你一張張發，可能發得更久啊。好，先向那邊欣賞看有乜嘅意見就講一種單嘅事情嘛。好，向個聽個南皮莊來個非莊。都做的。那傳一下麥克風，傳一下麥克風給那個南非回來的那個先生。嗨，大家好，謝謝張教授，謝謝主持人給我這個機會。我想這邊提一個小小的意見。在第二大項拓展經濟活動。以貢獻在地社會。第2項，我想建議我們是不是加一句，強化以經濟組織為基礎的社會網絡，善盡企業社會責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這個詞一直在國外的一些那個企業都蠻受重視，所以我提供個人一點小意見，謝謝。好，我想謝謝您的意見哈，我覺得這個的確是要表達那個善盡社會責任的意義哈，我們再把這個相關的意見放進去，謝謝您。我們繼續徵求大家的意見，如果你已經拿到單子，請幫忙閱讀一下。也就並不作為下一節
就是它有一点像大家的共识用的啦哈，请大家帮忙看一看嘿。老师，这里有举手。好，请传一下麦克风。第4项，这关于这语言的复兴方面呢，如果要采用这拼音文字的话，我希望呢客家跟这河洛话呢用同一系统，不要分成2种系统。我不了解你的意思，不好意思。现在的拼音方式啊，有什么汉语拼音啊，还有通用拼音啊，还有这福佬话呢，有好几种拼音呢。现在主要是用教罗教会罗马拼音哦。那客家话呢，它又有一种它自己的拼音方式，最好呢又把所有的拼音系统呢只有1种就好了，把4种就变成1种就好了，不要就。你是说现在拼音系统很多，需要不要太多种的意思吗？对。好，谢谢，谢谢。好，看这边还有其他的朋友吗？就后面帮我传一下好吗？也说一下那个您的大名跟单位，有一点太远也看不太清楚。我建议很简单，就是第1项的第二项啊，第一大项的第2小项，我想建议一下，就是扩大伙伴关系，扩大伙伴关系哈，就接下去就接到现在再印上去了，致力建构台湾与在地国之沟通平台，就是加一个扩大伙伴关系。好，你的建议就是说第2项改成致力建构台湾与在地国之沟通平台，扩大伙伴关系。不是扩大伙伴关系在前面。扩大就是利用扩大伙伴关系。然后呢？致力建构台湾与在地国之沟通平台。OK， 好，谢谢你的建议，请那个罗董事长。不好意思，我先过一下。因为我正在，你比较中间。总教授哈，我建议哈，因为呢，台湾的那个共同宣言呐，因为按个时间哈，可能会讨论唔算啦。有没有 PowerPoint 可以打出来？好，一条念过，大家有没有哈？就征求，不然的话，这他一直翻来翻去，我看了翻2个钟头翻不完啦，因为已经很多的问题会偏差。那个根本哈，他已经有初稿了哈，做的嘛，就按个时间嘛，不然的话，因为你等一下先读就先读，但是还是讲一条哈，没有意见，我们这一边就先通过哈，好不好？这样的话可能就发通嘛。罗董事长的人讲，可能因为我也喺来將來上班樣嘅啦吼，你呢安排好，我就做完嚟做。因為也係分兩場啲進行吼，我5點5分，我3場也係另外一個場次討論，可能冇辦法呢，就拜託大家拿到一種吼，快速看一下，還有看到乜意見吼，也給個反應，我們把它加上去，看看等一下我們怎麼修了以後呢？就作為大家參考啦。OK， 好，就照張教授的方式來進行。什麼嘢？什麼？快些。因為有可能來唔出嚟，對。剛才有大家有乜提供的意見嗎？因為我們也提出來就一共是5個項目啦第一個項目就講我們希望客家鄉親、客家團體這個居住國可以多深化公共事務跟公民參與，第一部分就是這個部分了那我們預擬的，其實我們都在聆聽大家的發言，
就是昨天到今天这样聆听大家发言，做一下整理这样。我们没有写很具体的内容，但是尽量把这种原则性的东西列在这里。好，那第一项就讲推动拓展经济活动跟贡献在地社会啦，因为我们在居住国，其实我们的经济活动跟经济发展，其实对在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的贡献啊，我想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啦。就第二部分是这样，第三部分就我们讲，像我们在上面有一段很长的文字啊，就提到讲，客家成为今天要用客家特质的产生哈，其实有一大部分就是因为我们跟周边族群的互动，不管是通婚、文化、饮食，甚至是食物或者是衣服，其实我们都跟周边的族群的关系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讲说，可以强化跟周边族群的深化跟交流啦。第三部分是这样，第四部分我们就比较是讲振兴客家语言文化，因为这种头摆他做些那个欣赏讲，黑木客家话说木客家人，我还是希望客家话还是能够继续传承，后生人能够学得上来，哈，能够有安尼机会哈。让语言的使用能够友善的环境，可是有一部分是台湾的经验啦哈，因为台湾也哈推广的就讲，台湾第一方面，你唔好讲过语言，冇办法，要透过人家翻译，也这种国家也在立法院哪里也讲变讲，讲客家话变成是，你可以堂堂正正的讲，我不讲别的话，讲客家话也是可以的。要这种公平禁用的权益啊哈。最后一部分呢，就是我因为讲客家文化发展哈，其实都在谈音乐、艺术、文学的来发展啦。就楚文业也有还记得那条马来西亚那条来朋友讲，希望继续举办个那么个全世界客家嘛个歌唱比赛啊、文学艺术啊什么这样哈。因为也是一种同好跟活化客家文化的一种方法。其实也5点哈，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其实5点就是等储备，他甲这个发表意见的时间哈，我们在下面做功课，帮忙做整理哈，讲大家谈的这些事情，讲这些可能事情是未来我们客家乡亲在海外做的继续来深化的事项哈，可能不完整，就是说讲。还是留一点时间，大家看了以后，如果有一些什么建议的话，可以跟我们现在赶快来，就像刚几位先生这样子，给我们一些意见这样子哈。好，现在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建议，还有吗？好，像面前的小姐，不然还叫不出你的名字，你好像认识她。老师以及在场所有的贵宾，你们好，我是中央大学博士班学生罗英英。在第5点里面有一个创作文学、音乐与艺术以发扬客家文化，因为创作2个字就会变成只有新的东西，包括流行音乐，是否能够保存或者是传扬客家传统文化与音乐？谢谢。当然啦，保存是一重要啦，吼。要慢保存呢，那各地就做了哈。创作是，主要是鼓励大家新的吼，新的进出来吼。一出来表示咱客家文化的创新，哦，故说咱怎么样将俩保存的这个意涵也把它融入进来，那是没问题。当然一定是包含于保存，哈，感谢你。再一个小小的建议啊，第5项的第3条哦，在促进全球客家文学、音乐与艺术以在地文化之交流。
就是加好，谢谢，我把它记下来。宜在地文化。OK， 好，安之 C， 安之 C， 看有其他建议吗？大概当客氣啦，吼，迄有看到吧就講一下，嘿，文藝冇乜意見嗎？啊，好，總非常，將總非常用麥克風來講，嘿。上面那个第二段啊的中间那里，台湾作为全球客家文化新都，这新是新旧的新还是心灵的心啊？一部分哈，我来解释，这没有写错，没有写错了哈，因为因为人工客家哈，其实我们讲的客家也唔係全部就係乜個梅县客，也乜個河源。也係深圳，我们不是讲这个，我们现在讲是说台湾还有办法讲，在学术研究哈，在文化的展演，也讲在那个文物的论述能够做好，甚至讲I D 还 VP 啲做外用的数位展示，为了能够通过网络也可以连接全球大家来看客家文化这样子哈，这是一种展示的方式，也是希望能够把全球客家的眼光吸引到台湾来，那让大家想到客家文化哈，这个时候是向往到台湾来看客家文化，所以我们是想说，台湾应该可以作为客家人的心灵故乡，所以我们用的是心灵的心，不是新旧的新。好，这跟那个总会长做一下解释，这样子没有写错字啊。没有写错字。希望大家能够心向往之哈，常常来台湾。今后不有一个这边有2位举手，前面有1位，后面还有1位。好，那我先，我是。还有那边还有1位，就先看好，嘿。好，前面请，对，请，就是你，嘿。好，我是针对那个第4大项的第1小项，推动全球。爱共学是吧？的新客家运动，我觉得是衔接的怪怪的，因为你讲爱共学是说你针对是那个说客家话这个行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后面变成说新客家运动，对，我觉得新客家运动实在是有点，就是我就觉得跟这个有那个针对性就没有那么，就不像不是太小。技术点不是太小，怎么讲？针对性太广泛。那我觉得，可是新客家运动其实是蛮好的东西，但是可能可以用到别的什么那个。谢谢。我先收集一下问题，也跟主笔这一段的那个教授等一下来讨论。好，谢谢你，安之 C。后面还有1位，请。对，有2位，先面请，先拿到麦克风就先讲，嘿。大家好，我係美國休斯頓來嘅嚇。其實我係荷蘭人，但是我家本客家人，所以呢，我希望下一次我係過來參加一隻文化會議啊，希望大家多講客話，知識。所以我建議第4項，第4項嘅第1加強推動全球客話，知識。本講啊，應係他都唔係講貴嘢，繼續講下。今後會嘅會請講，冇上嘿。喂，主席啦，
第五項吼發展客家文學、音樂和藝術，有客家嘅文學有音樂，社會學部落嘢哈，什麼樣子先？高中也有談到，社會學也有談到，好，一篇啊，真後尾啊，個設計卡數卡真久把數完了吼，就一篇，真後尾啊，對啊，係嘛？對。大家好第四點復振客家語言以傳承客家文化啦我建議按下復振客家語言以傳承客家文化，可能還完善啦我哋就屏東啦多謝。按主持好，攞啦。好，我带着你讨论。我是不是要结束了？拍摄就是，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到了，不是不好意思，就是另外一场也在等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有两位老师来这边跟大家继续讨论。他冇讲清楚，还继续讲的哈，就请跟下面2位老师继续讲。好，谢谢。感謝主持人，有請主持人到討論堂，請各位貴賓留出言題，請等一下。世界就吐槽一下歹势老大家讲啊是你底下我着两位伊则系我系周金芬过来然后伊则系罗列斯罗先生我着负责的系轩辕版的地图的第4点到第5点，第4点是复振客家语言文化的2点我先简单说明一下。我都用来写2几点第2则，你讲客家語言文化係對客家來講係當初來學事情，嘛係其實因為做了全球客家文化會議地圖，大家討論到最多嘅事情嘛所以我都想一個想法是第2則用萬種台灣底下推廣一個愛講客2則。認同用台灣的經驗，我是期許台灣的經驗而做的調整，所以我哋提出的第1點是講，我推動一個全球的客家語來講，做一個愛講客的2則新的認同2則認同的意思是說，
因为客家人假使一家唔讲客家话，哦，客家人一家冇培养一家客家话的能力的时咧，甲客家话的东西，该是冇办法做一只沟通的方式，冇是做得延续下去吼。所以提出来提一点的原因，提一点是讲，你客家话当到当到提放，始终谈唔到你客家话，所以要不然本你客家话，冇是客家的文化，都冇可能的。比如一定有媒体平台，冇是一定有公共的一只场合一些，做得就一只下好的一只容易发言吼。假使比如讲，你讲有啲地方，你要讲客家话，即个亲唔同意做得强搞来的事情，其实台湾做一只提起个认同是代表只爱讲客。假使你可能爱讲客，两只地方做生意的地方。你是直接做得亲得多，你讲客的对象啦吼。OK， 第二点的原因，第三点的些是讲，嘛都地图你两伊个报告一些又讨论到以后问题是讲，大家像问因为讲下智慧科技，科技非常的发达的时候吼，该你客家话流失会较难严重嘛吼，大家有两种的一只危机意识啊，其实。全世界当作不管世界当作世界少数族群语言，嘛可能拄到了问题，因为新的科技运用越活络的时候，你大家会用共同的语言来沟通，用共同的语言沟通的时候，可能大家当中意思会讲英文嘛吼，该你的少数族群语言是会消失吼。不过你是用上一张问题是讲，假使因为智慧科技的应用，这个趋势已经没办法改变的嘛。那我们系借力使力，建构一只你客家的语言和文化，很容易接触，很做得及时使用的东西。比如讲，你我们用手机做得随时查得到，你客家话两只智慧啊、词汇啊，莫是用语么？所以第三点的提到的是讲，你我们。善用了下智慧科技，做得来借力使力来加持你客家语言文化一种传播的一种好的手段，吼。了系关于你来附赠客家语言文化的一点啦，吼。啊，接下来应该是请你罗律师教授来讲提5点，吼。好，希望周连长拄好我两沙全部。全部讲开了吼，所以是3点讲开了。第5点的宣言吼，是发展客家文学、音乐、艺术。啊，另一部分实际上2日的会议之中，是就安排文学像印尼、马来西亚、韩国、台湾本身的相关的文学工作者，和音乐部分今日下晝咪就按因的主题。虽然艺术冇包含伫內度，不過其實係大範圍，也係隻大主題吼。所以3隻小主題，大家應該未看到吼。第一是講你係創作文學、音樂、藝術來發揚客家文化，是講到2件事情，你在客家文化發揚之中吼，變到一隻重點。第2點你係吸引在地嘅文學。音樂藝術工作者來投入客家創作，意思是講世界各地相關的在地嘅，不管係鄉音啊唔係鄉音，大家共下來投入客家嘅相關嘅文學、音樂、藝術嘅創作。第3點係你想辦法來促進全球嘅客家文學、音樂和個藝術嘅交流。宣言講到好前啊，雖然講係交流，不過希望比論咁有可能你其實為咗全球嘅客家文學比賽，冇是全球嘅客家流行音樂，冇是傳統音樂嘅比賽，兩種嘅比賽有一定嘅能量，做得吸引全世界人共下來參加，咪共下來欣賞，也是係第3點。以上第4項。然後第5項，兩隻項目宣言內容係安因，唔知大家對內容本身有乜嘅建議，尤其係
各国在各国設家嘅國家吼，不論係各位從哪位來想辦法落實呢隻工作，咁啲有乜嘅建議，實際上最行家下做得樣辦做，是歡迎大家來交流一下。以上希望大家。來請大家就嘛個想法，第一是對我哋了下寫嘅宣言嘅文字有嘛個想法啦吼。然後因為宣言是有的按你講係哈概括性的一個講法啦。他就對大家可能要做得替的活動具體的做法嚟先，慢慢講咧。不過可能某一天是做得寫到宣言地圖是做得提供本台會係擺具體操作的一些繼續做得參考一種做法啦，吼，好冇？來，羅先生來，羅董來。你啊吼，要宣言迄種客家話來讀啊吼。你啊是八則詩啊，你用慢讀啊。全球扎根，多元共融啊。哦，你啊迄講主要按你迄八則詩，迄根本按宣言的主題嘛。個用慢念吼，用慢讀吼，啊像大家做隻研究好冇吼。因為你啊八則詩啊，迄讀出來唔係講客家話，怪怪的，好冇？哦，大家我教授啊，大家吼，攞教授喺度話，講用慢看法吼。你八則詩啊，用慢讀，用慢讀可能較好讀啊吼，哦。另外像安逸的是只是一個初稿，你宣言，但是那八則詩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一個標題哦，啊，係嘛哈？所以用慢嚟告訴大家看翻用慢好嘛哈？大家講下都想啦。哦，那個大律師有進來了。對，還很多的。那個我太太叫我不要發言，但是我認為有點奇怪哈。那個第二點，那個發展經濟，這個活動什麼是不要這個活動級就不要發展經濟並貢獻在地社會嘛，這樣就好。那個活動以這個3個字把它消掉，就是拓展經濟並貢獻在地社會嘛，啊比較通嘛，對不對？不參考，我不敢講的哦。還有這個第4點，哈，這個附贈客家語言嘛，這個很好嘛哈。這個後面什麼文化這個是附贈客家語言，發揚客家文化嘛，發揚客家文化加4個字嘛。不，這個是建議啦，我不敢講對不對啦。哦，哎呦，太個好集思廣益嘛。哎呀，對，哎呀意思嘛，不對。各位鄉親大家好吼，我係多倫多來嘅吼，多倫多客家會哦，我知道嚟建議啦吼，因為我多倫多嘅片呢，要有僑委會嘅委員吼，因為僑委會呢，接會派用嘅台灣嘅表演哦，表演者表演舞團過去表演哦，要客委會呢就意思吼，希望呢，因為客委會資源呢較多吼。所以講要表演，要傳承一啲客家文化吼，在香港冇用啊，哦，有一條東西喺度表演呢，團隊像傳播表演嘅團隊按好啊，唔做得去大個地方吼，大個地方輪流去表演，也係咩傳承客家親出這邊嘅樣嘅方法，係冇？係啊，吼，我知道要謝謝大家吼。多謝啦吼，大家先徛一下樹好冇？等下。第5項，第2個吸引在地文學，是不是要包括海外啊，或者是全球啊？不要這就有在地啊。全世界嘅在地啦。唔係台灣嘅在地，係全球嘅在地。誒。好像多倫多咩在地啊。OK，來請。我是對的第4點啦，第4點。附贈客家語言文化嘅天空啊，你想營造客家語言文化平等與禁用的友善環境，你這個禁用是什麼意思？
就近使用吗？没接近使用，哎，有这样的用法吗？禁用？有，因为你懂传播的部分哈，有的传播是让你没有办法接近使用那个客语的这个机会，比如讲哈卡天使腿就是一个你讲的禁用的一个方式，哦，但是以前冇哈卡天使腿时，因为看哈卡节目的时间，你看不到，哦，所以你有一种接近使用媒体的权利，哎呀，这叫接近使用的意思、啊。对，哎。那你这个友善环境叫什么意思呢？就适合他的环境。因为有一些的地方，比如讲像你俩台湾判发通的时间哈，假是某口译人员的友善环境的话，要么其他人，要么老其他人沟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友善是一件很重要的，友善包含两方事情，一早黑是讲的人怎么去跟其他的人的对应来说是友善，然后也还谈的人的一种友善，哎呀。这当然是这样的啦，但是我是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可以改用更通俗的字眼？禁用，我觉得这个会给人家一种很奇怪的用法，因为我觉得我念书那么多年没有用过，没有看过禁用，我懂得你的意思，你是就近使用还是怎么样用？不太会用禁用这2个字。这个在，我想是不是要请那个中文系的来解释一下，禁用有没有这样子用法的？对不对？禁用这有点。基本上一种名词喺目前台湾嘅传播学界吼全部按用啦，佢说新嘅东西啦。大家好啊！我这边我这样讲，我不晓得对不对。当这个宣言我拿了回去，我更希望说，今天拿了这宣言，不是只是在场的人同意，我更希望说，今天拿了，我可以回到去我的地方，我会跟他说，你同意吗？那我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譬如说，第1点哈的第2点，我总希望我能够讲一些比较有格局。大家都能够接受。如果这样子讲，大家会不会接受？我说，致力建构团结全球客家人的力量，扩大伙伴关系，创造协同效应 （synergy）。这样子会不会给全世界的客家人更加觉得我们有格局？我们真的能够大家在一起做一些事情，能够我希望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哈，谢谢。下一个，好，再下一个，好，听一，第3，好，海生。啊，线上哦。听一，哦，听一，好，来。第4项的第1项哈，那“它看来是一个表音字，是不是把它改成表意字，就写成“哦”就好了，不要写这个一般人看不懂的那“癌”啊。因为“哦”呢，它的古音就“嘎”就。以后它可能变成“癌”的音，所以写成“哦”呢的“哦”就是好了。好，了解。也係親友意思嘅意見，不過無同樣意見，無同樣嘅看法啦，嚇。多謝，過來聽你。好，線上拍攝，因為頭先雖然有講過，佢也係針對第4項啦、第5項，第5項嘅就個講嘅擺就係希望第1項嘅創作文學、音樂、藝術，頭前做的和做的加隻保存，因為創作為本人感覺就是流行音樂或者是這個新的。文化，然後這個咧就係我咪順勢這個講一擺，你家客家戲咪當正軌，希望做得加落去，希望。了解，是傳統嘅包含到啲程度，也我想寫呢一部分基本上又包含傳統嘅意思，不過這個寫很有具體的可能又比較係，希望。
大家好，我是太不卡，我是公司太不强，好，我是后商人啊，我是客船会常务监察人，因为这些我本身的律师哈，我是律师哈，所以这些文字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大家都接受不太容易，但是重要怎么执行，重要执行才是重要。我讲的重点都会讲，因为我是做遗嘱的律师，遗嘱啊，写遗嘱的律师，好，所以我们有很多，我们如果客家失去了语言文化，就不要叫客家了。我们未来没有年轻人，也不要叫客家了，我们就就同化了哈，就没有客家人了。但是如何有年轻的客家人呢？语言文化传承非常重要，除了有很多奖学金、政府的资源。等等，如果我写过一篇文章，如果我们在座很多资历都不错嘛，很多相当的财产哈，如果我们在遗嘱里面，如果可以写一个一定的比例来传承语言文化创作，好，譬如说这样等，好，那我这样子会除了政府的资源、社团的资源之外，这样会在民间里面成为源源的活水，而且一代一代，我们这一代写下一代，下一代写下一代，那这样子或许在客家语言文化的传承方面，可以注入源源的活水，所以可以善用遗嘱哈，各国的法律都可以写遗嘱，好，一定的比例就太多了，我们。财产给下一代很好，但是不要全部哈，不用全部。好，以上建议提供大家，谢谢。好，徐梦怡哈，谢谢徐梦。過來還有朋友會提乜嘅意見麼？來，係會係。第三项的第三个，关心并协助周边群组织权益发展。你关心还要去协助或者是促成，不要只有关心而已。好。很好的建议，都好誒想法 ，OK。來接下來還有我都希望同台灣以外嘅一啲朋友，還有2分鐘，做談一陣。台灣以外海外嘅朋友有乜嘅想法麼？做得不一陣 ，OK， 嚟。大家好，我是南非来的哈，我叫黄之博，现在是非洲台湾客属联合总会长。刚刚因为我听到我的一个同行的是律师，我也决定站起来讲一下话，就是主要没有什么，我只是呼应一下这个跟在地的当地主流社会的这个融入，这个是很重要的。尤其像我们在南非也都是这样做，以前他们根本不知道说。这个黑人白人都不知道说，我们有在华人里面还有一个族群叫客家族群。当我们跟他讲说，这个黄志博他是这个客家人，客家是什么？我们就开始渊源，要开始介绍，所以继续推广，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好，就是这样，谢谢。因为时间到了嘛，吼，5點繼續吧 ，OK。我以為時間到了，因為表定時間到了，所以你等下還嚟繼續，還就買票，大家好，我是那个日本关西从政会的代理副会长。那个昨天那个郑校长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我要重复一下郑校长的昨天的那个演讲，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是Web的，就是网页，就是网上的一些
非常的发达。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客家的文化变成一个有魅力的文化？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宣传，在抖音上面宣传。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跟目标。那如果我们的客家民族、我们的客家文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然后大家都想学，我们有非常好听的音乐，有非常棒的艺术，我相信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不光是我们的客家子弟，可能会有更多黑人、白人，甚至于更多种族的人，会对我们的客家文化有更多的兴趣、更多的爱好。因为我听过一个美国人跟我说，他说：“哦，我听过哈嘎，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民族。”所以呢，在昨天跟今天，我来上了很多的课，非常感谢各位学术人士给我们上了这么多的课。我对客家有更深的了解，我也更爱我们客家的民族。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 YouTube 上面，就是把我们的客家文化发扬光大。谢谢。我也接着你的话题讲哈，卖一下广告。我来自香港，我要講客家話，我可以講標準嘅客家話。我來自香港，咁咧見下我哋香港已經簽約同楊三灣包簽約，準備做客家頭條，就係一隻名來賣嚟嘅。我本人係寫客家歷史專欄作家嚟嘅，喺香港。喺大雅名士後，看得到我好多文章。咁我也屬台灣咧人上啊，同埋十分喜歡來台灣啊！以前每年都來幾次台灣。近排同阿燕燕小姐、羅燕燕小姐一齊去南非，也想去學習客家人去香港，因為我純粹係去客家話去香港小説法特別快，所以合人請人來聽。自己搞客家話係冇可能嘅事，所以我哋見行下南非，睇到燕燕咧唱客家話，行下新加坡又有客家歌唱團，喺香港準備成立客家歌唱團。咁我已經把想法，剛才都傳嚟燕燕看嚟啊，即係因為我只做客家話版客家話唱歌團，也歡迎各位有機會到香港，我哋有一隻香港客家會館，上面好似客家會館也可以看到一些介紹。多謝大家。好，非常希望大家吼，我想3點做一則，唔係結論啦，是講對睇下大家睇到很多嘅意見吼，做一則秀美嘅回應吼。其實睇下讓我強人羅先生吼，恁蘋果睇到了8則時候。全球雜件多年強壯啦，基本上我認為兩隻玩意係用行業讀出來，唔係乜嘅大問題。正經嘅問題係呢行業嘅長期發展係唔係到非常多年嘅溫室變落呢行業地位度，本行業本身會點發展？所以可能性嘅行業唔係像挑擺而簽行業樣般講。呢係接受新嘅行業樣板件增加落來，講一則小故事吼。我哋下老後生人講電腦講電腦冇問題，講插潤講捷運插潤咪冇問題，講手機後生人全冇問題。意思是講做得講電腦，做得講插運，做得講手機。下次咋當生詞，我講佢做得講挖廚麼？所有人是問我挖廚係乜解？我是講花樹啊，花樹上嚟挖廚啊。唔過挖廚也下含盲本人哋接受，唔過人哋接受電腦，接受手機，接受插運，故所人哋喺接上樓挖廚拿嚟講，挖廚就係客家話啦。故所因為全球雜件多年強用，基本上應該係做得變合法啦。也第一點吼，第二點好困難。馬來西亞沙巴嘅教長提到，一隻好全球性嘅觀念來看了隻
聊只主题。不过我按印象啦吼，台湾在全世界客家之中有一只非常特殊的地方是第一，电从老係用國家的組織，留嚟客家事務拿來做，因為情形係全世界冇嘅，所以這是對台灣的客家來講係最大嘅競爭力。其實最大嘅經濟力，故所樣板台灣係用客家嘅力量來做促權嘅事情，按人嘅經驗咁做得做本全世界其他嘅地方，包含中國大陸、韓國、馬來西亞、印度有客家人嘅地方，國家樣板用力量來做呢件事情，故所一則宣言基本上將會花較多嘅篇幅來講台灣嘅。台灣嘅經驗樣板推廣啦，嗬，也係第二點，第每一點大家講到前到實際嘅修改，比如講頭下提到傳統嘅藝術、傳統嘅音樂，樣板修改到比如我想應該全部要做記錄，或要做一隻完整嘅會案。以上3點，我想是做基本嘅兩隻宣言嘅討論嘅會案到結論，希望大家。感謝各位教授貴賓熱情嘅討論，綜合座談呢場到鴉片結束，接下來人嘅休息到5點45分，安之聲。